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以赛亚书49章第5节到15节，马太福音第12章46节到5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母与子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通常彼此称为族内的兄弟姐妹。其实这个概念是来自于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概念。当然也跟今天的经文新约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耶稣基督的教导有关。因为耶稣基督他说，耶稣还在跟群众说话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和兄弟来了，他们站在外面想跟他说话。有人告诉耶稣，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跟你说话呢。耶稣回答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兄弟？于是他指着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看，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兄弟。凡是实行我天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都成为了一家人，都彼此成为兄弟姐妹了。又如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里面的第一段这么样说道：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和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，实行审判和拯救。他的子民从圣灵投胎，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，成为我们的弟兄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借着他的受苦、钉十字架、复活，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，使我们与上帝复合。他的灵就是圣灵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，直到主再来。耶稣基督他成为了我们的兄弟，我们彼此也成为了兄弟姐妹。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使我们成为上帝家里的一家人。基督徒都受到上帝的创造，都领受了上帝的救恩，然后得以进入上帝的家，成为一家人，彼此成为兄弟姐妹。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道：在我出生以前，上主已经指派我做他的仆人，我要领回他的子民雅各，领回四散各地的以色列人民。上主赐给我光荣，上帝是我力量的来源。上帝对我说，我的仆人啊，我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，我要你复兴雅各的各支族，领回以色列的子孙。我还要你成为万国之光，使我的救恩普及天下。以色列的救赎者，神圣的上帝这样说：那受人藐视、为万国所痛恨、被统治的奴隶的人啊，
君王将在你面前起立致敬，权者也将向你下拜，权贵也要向你下拜。这事一定会成就，因为以色列神圣的上帝选召了你。上主必持守他自己的应许。上帝呼召基督，使基督徒成为他的仆人，来用他的爱来彼此相爱的目的，就是要带领上帝的自己的子民，特别是那一些四散于各地的以色列人，或如同耶稣基督他所说的，他来是为了要寻找世上的人，因为他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健康的人不需要。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这样说，上主对他的子民这样说：悦纳你的时候一到，他就垂听你；拯救你的时机一来，我就帮助你。我要保护你，看顾你，借着你与万民立约。我要让你返回那荒废了的地方，让你重建家园。我要对被俘的说：你们自由了；对黑暗中的人说：你们重见光明吧。他们会像羊一样在草地上吃草，高山就是他们的草场，他们不饥不渴，炎阳烈日不伤害他们，因为那爱他们的要带领他们，他要引导他们到有泉水的地方。我要在高山上开辟道路，造一条大道给我的子民。我的子民会从远方来，从西，从北，从南方的悉尼来。诸天啊，要歌唱；大地啊，要欢呼；群山啊，要大声颂扬。因为上主要安慰他的子民，要怜悯他受苦的子民。但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上主已经遗弃我们了，我们的主已经忘了我们。因此上主回答，母亲会忘记吃奶的婴儿吗？他会不爱亲生的儿子吗？纵使母亲忘记了自己的孩子，我也不会忘记你。上帝将他的子民视为自己的孩子，上帝应许要照顾，要保守，如同父亲也更胜过母亲。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。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道。因此上主回答，母亲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儿吗？她会不爱她亲生的儿子吗？纵使母亲忘记自己的孩子，我也不会忘记。基督信仰，人与上帝，人与人的关系其实是双向的。我们期待上帝爱我们到底，我们也应当要爱上帝到底。相同的，就如同新的诫命的要求，我们也要爱人如己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凡是施行上帝旨意的，就是他的母亲、他的兄弟了。基督徒更应当这样来追求信仰，要彼此相爱，像上帝爱我们一样，要爱他人如同自己，来活出生命的见证，见证我们是属于基督的。
诗篇148篇，呼召全宇宙颂赞上主。要赞美上主，你们要从天上颂赞上主，要在高天颂赞他。我的众天使啊，你们要颂赞他；他的众天军啊，你们要颂赞他。太阳啊，月亮啊，要颂赞他；荣耀的星辰要颂赞他；天上的诸天啊，要颂赞他；天上的众水啊，要颂赞他。愿万象都颂赞上主的名。他一命令，一切就造成，各有固定的位置，永不改变。他的命令谁都不能违背。海怪啊，深渊啊，闪电、冰雹、雪和云雾啊，遵行命令的大风啊，要从地上颂赞上主。大山小山啊，果树森林啊，野兽牲畜啊，昆虫飞禽啊，你们都要颂赞他。君王啊，万民啊，公侯啊，一切掌权者，少年人啊，少女啊，老年人啊，孩童啊，你们都要颂赞他。愿他们颂赞上主的名，唯有他的名被尊崇，他的荣耀超越天地。他使他的子民强盛，因此他忠贞的子民以色列，所有他亲爱的子民都颂赞他。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爱我们，如同父亲、母亲疼爱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甚至于更胜过世上的父母的爱。即便是孩子生病、调皮、捣蛋，离开了正道，上帝对我们的慈爱、怜悯却永不离开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。我们用彼此相爱、感谢、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